星期一，刚刚下雨，然后没有跳，人都没有一个。还是看他们都在跳啊，我吃年里面也在跳，我妈也在跳。那雨没有下了，但断断续续下小雨。带钟啊，错啊，你当钟嘛，本子他们穿的嘛头啊，我觉得这么热。王七也来了，下雨之后凉快一点点。它这个雨一直都有，从现在开始下到晚上，下凌晨、早上就出，一片一片的嘛。刚刚下暴雨啊，刚刚下雨了，下雨啊，下了之后停了又下，然后我都走了，我又掉头一回了。
哪了？这颜色是穿一样的呢。你到走马的姐姐也来了。
那个是礼堂中的解决法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吧？不是。妹妹们解决那个矮的那个。矮的昨天那个，昨天不男的吗？不是，不是啊。最矮的那个。啊，不是礼堂中嘛的。好像不是，我以前见过。哦。我后来自己想看，那个大的是小的，都看到矮的，小的。对，还不能看。都比较晚，跳的也比较晚。他们两个一直在一起，基本上礼堂走马和太宗不是，礼堂走马和那个欧姆啊，基本上一直永远在一起。你有那个就是平常不是给这边送水的那个电话没有？有啊，哦，电话没有，微信有，就在旁边。就旁边那个超市，就旁边第一个超市。其实我现在还要送，我还要每天送几天。有个粉丝让送一些王老吉，结果我去了。王老吉不好吧？有些不活。他没有那个，就直接矿泉水就好。他没有那个，没有整箱的。只有实体的。对啊，因为你放中间，它有几次啊，你把随便，你不知道别人喝多，还有就是我找了好几家店，他没有整箱。但有些要喝矿泉水，喝完了觉得比较少，要么就是一会儿，如果你放了的话，一下有可能就没有了，是吧？
你看这个小朋友，就在后面吧。大强东说你跟广州国际中国是唱歌，朋友们走，有嘞，我给咱一开歌，哪里身份证？
练成一连唱8分多钟，蕊蕊一圈，跳了那么多次。哎呦，搞完了，蕊蕊什么时候来？9月应该要来了吧？下个月。
不得了。像毛毛雨，这是比较老的歌曲，应该是去年底跳的那些。好热哟，我们都不想戴了，戴那个穿到上面应该。靠，这个网络啥？破网络。
快下班吗？啊，刚刚下班吗？对，我提前下班。哦，几点下班？9点钟了，靠，9点了。加油！把限制掉了。把限制。U 盘嘛，换新的。
有点短哦。
刚刚1个小时。哇哇哇哇！这啥？我吃绿豆吃到了。这下雨，下了断断续续的下。啊？哦，马币。哦，继续，肯定有下半场，应该在那边跳舞。有。现在2块钱，哇！现在吹风吹的舒服。他们是一个被人的，点一下。那弟弟呢？啊，这个价格是加的，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后背对着往边走了。对，来1、2、3走。肩膀靠近。对，好，回头。来走4个，猜。哇，好凉快，现在，非常凉快。
这名字叫世界各地。我有一次拍完，很慢慢的走，快一点累一点。放一个吉祥宝宝。我跟他看他那么多人，我看见过。
我手机，这风确实大。这个很清晰啊。这什么手机啊？苹果。都是苹果，全是15PM，啊，它确实很清晰，比你相机还清晰不？屏不大的嘛，啊小。这是那边的吗？这个是你现在用这个做的，只有在那个香港和那个什么嘛，香港和台湾的，就是那个繁体字。对啊。
前我看他说我去拍200倍，现在我要去阿家，你去不去阿家？哪个？英卓结婚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英卓结婚，啊，他结国庆节吗？对啊，没说啊时间没定。对啊，没说啊。是啊，我现在还有可能去礼堂，堵得不得了。礼堂还可以办。大头。这我给他拍了。哎，咋了？你把声音开大点儿。哎呀，声音太小了，听都听不到。把声音开大点儿。小胖把声音开大点儿。就这么大。就这么大呀。就这个嘛，你干嘛？不是原，这个不是原音乐哦。不是，那不就声音太小了。呵呵。你们两个等会肯定会掉的，保证。这个音乐不是原音乐。哦。结合音乐在哪里？公园。去那边转。新的会不会跳？Rich
吃那个西米味道。昨天晚上炸西我那个收了2个米3的。哦。我刚刚看那时候叫什么？对，那个。你主要挑不挑那个？你会挑那个吗？
对啊，昨天学了吧？昨天晚上扎西不是在学吗？扎西不是在跳吗？随时可以跳。初一号，初一号马上商量哈。怎么了？哦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初一号，初一号。稍微往这边移动一点点。好。真的。现在又来了。好，跳1分半啊，跳1分半啊。灯子有意思的。有没有跳的？来自乌克兰的问候，我喜欢中国女孩，她们很漂亮。我喜欢乌克兰的美女，给我介绍一个。乌克兰全是女。对，打这个打仗去。吉祥物，这个叫吉祥物。哎呦，哇塞！抽完嘛。哎，谁到了？我出了。我怎么上去啊？电梯，前面都有电。好吧，我再来说一下。
看那个抖音好多他们整个跳集体舞的那没有，是来晚了，来晚了，上场了。上场了啊。青龙头盔。确定了吗？不要紧张啊！这边凉快一点。
一个人跳。等下重新跳。先有几次的，先有歌。全部之海。
哎，对对。我自己跳，你自己跳。这说完了就是。哎呀！